自己意見自己嘅視頻係點樣拍攝出嚟嘅呢？一個視頻教識你擺好個支架，先拍第一個人物，邊行邊走，睇向另一邊嘅鏡頭。人物行遠咗就可以啦，跟住快速走向另一邊，再拍第二個人物，一路行落嚟向另一邊飛手嘅鏡頭。我哋開始創作，將拍好嘅視頻新增上去。呢條喐動嘅叫視頻條，呢個白色線叫分割線，下邊呢欄叫工具欄。咁我哋先關閉原聲音，將第一段視頻一直拖到個人開始，個人行到呢度咁上下，將前面多餘部分刪除咗佢。咁個人繼續向前行，行到上去上邊咁上下，再點呢個視頻條，再點呢個線性，繼續剪下邊一段視頻。個人一直行到呢度咁上下，再點呢個線性，將中間呢部分刪除咗佢，再拖動視頻條，拖動到個人行咗落嚟嘅時候，再點線性，將多餘嘅刪除咗。我哋點中第一段視頻，變一變速，點呢個速度，再點正常，將佢變速到 0.5， 再點打勾。將下邊第二段視頻都係變速到 0.5， 再點打勾。我哋點中第一段視頻，喺下邊工具欄入邊揾隻個切入畫中畫，將第一段視頻拖咗落嚟，變成第二段視頻咯。咁我哋喺下邊工具欄再揾隻個遮罩轉場，點呢個遮罩轉場，再點水平線，旋轉到90度角咁上下，再拉少少異化，再點打勾。我哋睇下兩個人物有冇對齊咗，對齊咗之後呢，我哋喺下邊工具欄入邊揾隻呢個濾鏡，再點呢個清晰錄現，將佢拖到40度，再點打勾，再返回。我哋增加啲音樂上去，點呢個音樂，再點截取，將我錄低個音樂截取出嚟。咁個音樂咧已經新增咗出嚟啦。我哋點文字，將啲歌詞翻譯出嚟，點呢個自動歌詞，再點產生，歌詞好快就產生完啦。再點呢個雙語字幕，自動翻譯，點翻譯，咁中文英文都出晒嚟。再點呢行字形，我哋揀翻自己中意嘅字形。咁我揀呢個古典體，咁啲樣式我中意藍色，將佢放大少少啲字，點咗下邊行英文，再點個顏色，點翻個藍色，動畫收藏打勾，再點下邊英文，將佢個字形都變一變佢，點呢個字形樣式，要翻藍色打勾。咁成條視頻呢已經做好咗咯，點上邊個小三角，畫面速率拉滿，編碼速率拉滿，點回出，我哋睇睇效果先。世間最有價值的遇見，是在某一瞬間重遇了自己。生生世世